耶穌是世界的光。耶穌又向眾人講說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隨我的，決不在黑暗中行走，必有生命的光。耶穌講話嘅背景可能同第7章一樣，係喺帳棚節。喺慶節嘅第一日，會舉行點燃聖殿嘅婦女庭院4個金燭台儀式。耶穌呢一個時候宣佈我是世界的光，表示佢取代並超越咗帳棚節慶典中嘅光，滿全咗呢一啲慶典所象徵嘅以色列所經驗同埋期盼嘅上主嘅救援。若望福音突顯耶穌這光嘅救贖意義。福音嘅序言已經指出，天主嘅聖言係普照每人嘅真光，耶穌就係那進入這世界嘅光。耶穌話：跟隨我的，決不在黑暗中行走。黑暗代表缺乏救贖性嘅啟示光照，生活因此冇目標或者方向，不知道往哪裏去，遠離天主，冇希望，受到無可避免嘅死亡所掌控。所以在黑暗中行走，指嘅唔單止係倫理道德上嘅敗壞，更加係一個死亡嘅境地。在場嘅法利賽人未有被耶穌說服。法利賽人於是對他說：你為你自己作證，你的證據是不可憑信的。法利賽人並唔深究耶穌嘅見證嘅真偽，只係着眼於法律嘅技術問題，表現出佢哋一貫嘅本末倒置作風。其實光獨特之處在於，光能夠照亮其他東西，但係唔需要其他嘅東西照亮。換言之，光能夠為本身作證，世上其他嘅物體都需要光嘅證明。較早之前，耶穌已經羅列咗天父為佢作證嘅種種途徑。若翰洗者、耶穌嘅工作、存留喺門徒心中嘅天主聖言同埋聖經。而家佢強調：我即便為我自己作證，我的證據是可憑信的，因為我知道我從哪裏來，往哪裏去，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裏來，或往哪裏去。你們只憑肉眼判斷，我卻不判斷任何人。即使我判斷，我的判斷仍是真實的，因為我不是獨自一個，而是有我，還有派遣我來的父。在你們的法律上也記載着，兩個人的作證是可憑信的。今有我為我自己作證，也有派遣我的父為我作證。我從哪裏來，往哪裏去，突顯耶穌降生成人，並喺完成任務之後，將要返回父嗰一度。呢一句話暗示耶穌神聖嘅本性，佢嘅證據唔會受人性嘅判斷左右，所以是可憑信的。更重要嘅係，有天父喺佢背後為佢作證。呢一點，法利賽人只憑肉眼睇唔到，但係佢哋就妄下判斷。耶穌由判斷借題發揮，將話題轉到佢審判嘅權威。耶穌慣常喺一個絕對嘅否定之後，補充一個假設性嘅陳述，即使我判斷。呢一個說法同耶穌嘅說話嘅本質息息相關。耶穌嘅說話本身係救贖嘅啟示，但係為不信嘅人卻係成為咗審判。作為天主嘅使者，耶穌嘅見證係可憑信嘅，因為係在他內嘅父說話。與此同時，耶穌只係奉差遣嘅，另有一位派遣者，因此佢哋就係兩個人的作證。世界聽唔到，亦都睇唔見耶穌背後嘅呢一位見證人，但係為耶穌父一直臨在，無可推諉。所以耶穌喺下一節指出，如果人們認識佢，就會認識父，亦都會明白佢哋係兩個見證人。他們便問他說：你的父在哪裏？耶穌答覆說：你們不認識我，也不認識我的父。若是你們認識了我，也就認識我的父了。這些話是耶穌於聖殿施教時
在銀庫院裏所講的，誰也沒有捉拿他，因為他的時辰還沒有到。若望福音非常強調耶穌係父獨特嘅啟示者。四部福音之中，若望福音最強調耶穌非常強烈咁意識到佢同父永恆嘅共融。不過，其實對觀福音對呢一方面亦都有表達。例如馬爾谷福音15章34節所在，耶穌喺十字架上大聲呼號：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就係間接咁表達咗耶穌同父共融嘅意識，因此喺十字架上先至會咁樣哭訴啫。